咱大家好似像拢分享吼，时常不放出来。所以咱民间老板那个线电的电视，线电是电脑版那个吼，差几寸吼，我虽然不爱好啊，还是讲虽然不爱，你就讲我袂出来，我三级的电视吼，我生了电脑是生了歹吼，你就讲我紧吼。我来讲的声应该你拢听，我这拢歹听啦。哦，这个歹，后壁听有无？有听到无？有啦吼。其实我有这个你嘛听，我这若大闹腔吼，咱台语吼做大闹腔，我讲话算袂细声啦吼。咱吼，对即摆开始，咱有4摆在做第3个练习，就是讲台语啊，你会晓讲，你会晓写。你音啊，要甲消准，一定爱有落来，一定爱有落来，非常非常重要。哦，我大概各种的拼音的方法吼，我拢学过啦。古早迄新华音，迄切音，即摆台湾的各门各派吼，伫咧学台语，咧研究台语，咧教台语，我大概都差不多拢知影。哦，行这路行这远来。上介好就是罗马里，上介好就是罗马里。我简单举一个例吼，所以每出去甲人咧相亲，只讲啥物拼音上好，啥物拼音上好，我大概每一种的拼音我拢有接触过。所以有咧讲，用以前古早迄个切音用啥物，迄古早切迄个切音，迄我无读过。但是按行来行去，就是上介好，就是咱这罗马拼音足简单的。这就是我简单举一个例，就是讲吼，咱咧学数学，你要算啥？以前拢用计算盘，即摆有电子计算机，对无？有电子计算机了，你敢要去比计算盘？我拄则出来咧教册的时阵，拄则出来做老师吼。国民小学、国民小学迄数学课本后壁拢有规个章节伫咧教算盘，即摆教算盘，迄就已经无下时代，即摆就已经迄个进步啊。所以咱有这个进步的物件，就是罗马里，咱就要用罗马里的拼音吼，毋通讲迄个要用迄个切音，用啥物款的吼？你若是顺地有出款的问题，欢迎大家做阵来讨论啦吼。咱来今日就是或者台语、罗马里即个基础的训练吼。一般要上即个课要较迄落，大概差不多4年半，你清楚啦。若要较熟的吼，无较熟就是你平常时爱加减练习的，你就会较熟啦吼。我例如我嘛出练习课，互大家来写吼。应该头一摆也无啦吼。后尾开始我就拢会出咧，互大家练习，出代志我按回互大家做吼。希望大家拢会当出咧今搁咧如何即个叫做风台尾啦吼。即个风台尾，即个叫做鲁比的风台吼，已经走吼，但是伊吼，才无会搁设对咱台湾的迄个国民领去啦吼。所以这会今日这算风，这算去扫的风台尾会好啦吼。所以咱即个台湾的西部的各县市大家拢有好吼，大家拢有好。咱即个头拄有一个学员叫魏成都真甲我讲，有即个种的拼音，大陆拼音。我这拼我讲会准，真准非常准。譬如讲，咱讲食鱼啊吼，咱一般是这 H 头这这 I， 这本来这是 I 啦，咱原顶第一个我是第5声吼，本来这是一个 I， 这个 I 上来省略，这个 I 全部要用嘛，这个 I 全部要用吼，全部唔免用迄个 I 啦，迄个 I 啦，若是第一个无啊，就是第5声，第几声咱就豆豆讲 ，HI 就是好，这 I 读做伊，鱼，咱你看讲一尾鱼，食鱼，咱一般是食鱼 ，HI 读做好，声母这个 I 吼，我直接来省略了 ，I 读做
工朋友，伊是讲吼，伊是平湖的，平湖区，平湖是食鱼，食鱼，哦，我遐咧食鱼，好鱼，好鱼，啊第五声鱼，食鱼，食鱼，哦，来食鱼，来食鱼，哦，咱是来食鱼，来食鱼哦，啊，中文嘛哩非常清楚，哦，非常清楚，啊，譬如讲，咱这个东西。 咱你讲哦，即个物件，即个物件，啊，搁落感想讲即个物件，即个物件，哦，物件，物件毋通乌白等。啊，咱即摆咧讲一般是讲物件，啊，两个腔拢袂要紧，腔口袂要紧，但是有嘛，伊听落来记较足清楚。啊，咱下日开始吼，就是开始我提醒大家吼，手头拢有一份教材对无？啊，我咧讲吼，关于你随时有意见吼，你就唔免客气就举手。 随时感觉一条听无，你就举手。啊，无咱就做阵来互相交流，好无？啊，你要录影，要录音，要录番语，吼，随时有问题，咱大家互相来交流。大家讲安尼好唔好？好。后面若听无清楚，你该甲我反映吼。啊，大家看咱这本吼，咱这本是教育部出的，有拼音，有撇步。啊，咱即摆吼，先简单看者吼，大家先看第3页。 伊遐内底有写前三有写一个迄页数有无？第3页有无？有吼。哦，遐这头最后做声母，声母这参咱伫咧读迄报考迄个款啊。哦，参咱咧读迄国小迄咱以前讲迄读迄注音符号，啊，毋过迄个注音符号通世界敢若台湾咧用，除了台湾以外无任何所在咧用迄报考迄个。 用即款的，这是世界标准，就是用这个拉丁字母、罗马字母吼，罗马字母吼，这吼这是声母，声母吼，声母有遮多。啊，伊惊你大家，伫咱头一摆接触，所以你吼惊讲你看无相所以必要甲伊写注音符号，好无？你会使小画小画的。啊，有的所在伊无呢，有的迄注音符号的部分无，就是台语才有啊。 啊，迄华语、国语内底无啊，无迄个音嘛，吼。哦，所以咱这声母，啊，过来就是大家听话，咱先简单者过来文母，文母伫咱的第4页，咱这本册第4页，文母有无？文母伫遮，啊，就是声母到文母就起来。哦，那所以咱这食鱼，食一尾鱼，这 H 就是读做好，啊，这 I 读做伊，就是声母，文母啊，关键一个符号。 迄第5声第一个符号安尼吼，带一种吼，这个符号咱来豆豆讲，啊，就是声母，过来文母，啊，搁一个叫做啥？迄个符号调号啦，声调的符号，声调，台语有声调吼，啊，声调有切的声调，咱即摆来讲吼，啊，咱来开始咯吼，要开始咯吼，大家请看第3页。 这些简单知影者吼，啊，各种查查讲，你就查查先，吼。即摆看第3页，这个伊用迄个拉丁字母，咱台语较简单，咱英文字母，英文摕拉丁字母，你摕26个字母来咧用 ，A B C D E F， 到尾 X Y Z 有无？但是台语无，台语无用遐多，台语敢若用17个。 A、B、C 啊，W 嘛无咧用啦吼 ，X 嘛无 ，Y 嘛无咧用，Z 嘛无咧用，敢若用17个，啊17个来到生语，甲英语安就好啊，后壁就会当甲台语各种应用用来导出吼。咱从头来看这个声母，简单先看者吼，咱先有一个印象。P， 我应该都来写吼，应该来写你知道我有有这册大家拢看。 啊，有问题我讲较慢，你有问题就举手。你读做 b， 哦，啊，伊边仔搁来注意符号，好无？吼，无你就偷看，偷看迄个注意吼 ，b， 就是 ph， h， m， 就是写 n， 啊，搁来一个吼，来以上吼，这 b， 哦，咱遮有壁符啊，符啊，无。 无地无爱无吼，无有啊无啦，无
字母相依吼。咱这四个咱对啦。第三个甲第四个用个共款对无？迄第四个你甲想做讲戴帽子的帽子，无啊无，但是讲用安尼啊无，有啊无啦无，就是迄个无，英语有无？英语我是分析啊，这不可对无？不可，啊所以咱家己若要有迄英语的，应该更较有迄个触类旁通，该更较方便吼。一组过来。甲咱字迄个共款无，就是 T， 是 TH， 是 N， 是 L， 哦，大概两遍，过来，用 K 代表，即咱的迄个国语内底、华语内底拢有吼，是科，就是 K 啦吼。KH 叫做科，H 叫做科，科嘛吼，用甲咱华语内底嘛拢有对无？拢有吼。过来这个，来去叫 ANG， 或者大家讲一下比如讲，你来讲讲爱念才对无？念去背啊，念。咱台中有一个叫做台念有无？台中大窑有无？大窑爱叫做啥？台念，爱念的念去背吼，念。你看里面哪些哈？那今嘛主要讲什么？它就叫方面哈，啊，我念，就从我们念，哦，啊，今文雅文啊，哦，还是文雅文啊，哈，文啊。咱讲文啊，NG 这就是第二声，出来咱讲这个人哦，读册哦，伊动作唔足粗鲁，这讲话较文啊，大家讲一下。文啊，就出来第二声吼，声母，这个叫声母，声母，这个叫韵母，这个叫声调吼，调和，所以伊就是伊这个台语罗马字的拼音就是三个字，声母到韵母到调和，还是调和拢有人讲的吼，就是声调的符号，就是这三个合起来。这三个斗起来，咱罗马字就好啦。你即马就是在声母甲记起来，较加英文甲记起来，安尼就好，就了了。无啥物通讲，但是会晓是会晓，要熟练要一段时间嘛，要慢慢来吼。来，咱就吼。过来歌就开始歌就咱经济都不得我，慢下哦，生气啦吼，歌，华语话无歌啦吼，歌，老早，哦，老早，你若讲台语话，即摆囡仔操一半吼，都讲台语啊。哦，老师啊，我袂晓讲台语，差不多一半，我出去观察差不多有一半。哦，台语歌，伊有迄个歌专辑，
较紧。大家讲是来哦。即摆过来这步的，然后咧，我念一下，大家做啥？对迄 K 开始，K 哦，K 就是歌了吼，过来这边大家看着这两个吼，有迄注意我有通看，过来哦，过来 PS 哦，在吃 PS 在起哦，在吃。当然动力板块就好。过来这个吼，过来这个 F 是 J 啊，这差不多差呢。但是但是华语有翘舌，伊爱跳的，翘舌，伊爱跳的，但是台语，咱这个唔免翘舌，不要翘舌。台语无咧公司的啦，北京去才有咧公司啦，安尼。啊，咱台湾人吼，只要讲袂好，是甲讲嘛，唔是咧，人喺外省啊，我睇无咧做条嘛吼。人喺伫迄北京来就咧讲的吼，啊，除了德化迄个小鱼儿什么样咧翘舌，啊，咱讲了就袂惯势啊，咱讲了台湾讲就讲了袂惯势啊，所以即个无咧翘舌，即个有翘舌，这个有翘舌。这个你搞做日，他卖乔石，卖东西，先其日，这日，你若先其日，日的乔石对吧？啊，你卖东西，卖东西，有以后，有些人样子就好了，但是你几卖更起来，你看我，吃，安尼好了哈，有那个样子就好了，吃，啊，你做好的无？声母就了，3分钟就该砍酒对吧？所以有嘛，你看那边科就是你讲 K 了 ，K 是哥，啊 K 是科。这两个在地的特色嘛，这是
连续来这个五毛里不，好不好？我一嘛，对吧？连续跟你了。热是那个，热是。这粗胚大概知影就好，粗胚。这先知影，咱下边上到边，我唔是要甲大家讲啥声母，声母是较免爱去顾虑，咱不是咧讲声母，只记住个声母吼，下面讲个声母，下边主要是开始，下边咱主要是母音声那个韵母吼，这有这声母。这些说头讲，咱咧讲这这声母，啊，即摆过来韵母，韵母吼有六个，即摆大家听写过啊，写过啊吼，写过第四条才是韵母的表，啊，韵母内底有一款单韵母，啊，一款双韵母，单韵母干那真简单嘞，单韵母伫倒就是伫咱的第6页、第7页这两个。第6页、第7页这个是单韵母6个尔，6个尔。啊，咱这课本是写讲我这啥呢？咱这课本写讲我这单元音哇，元音就是五母啦吼，这咱读书上吼，有无共款的讲法，有讲元音啦，后面讲这韵母啦，啊，咱讲有着要单纯，咱讲这五母啊就好啦，五母啦吼，五母啦，啊有6个，这6个哦，这外语音吼，就是讲吼，世界各国的语言，不管你是英语、法语、德语，不管你讲是讲的语言，拢上基本拢是这几个。台语嘛共款，国语嘛共款，哦，不管都是讲上界基本的人类的基本的语言，就是做单韵母啦吼。啊，台语有6个，哦，后边听无？我无用麦克风嘛。咱吼，台语有6个，台语有6个单韵母，6个。啊，世界各国拢差不多啦，因为日本的啊伊有 A 哦，对无？5个对无？日本的啊伊有 A 哦。啊，英语嘛差不多，台语嘛，啊，咱台语有6个，多6个，第一个吼，大家看咱这图，第6页，第一个字或者啥？大家讲一遍。这上基本的，这一定爱会晓，哦，这上基本的做过来第2个是啥？这字读做读做咱的课本内底有吼，这基本的吼。啊，过来第3个这个读做啥？这个读做有，参字笔共款，R E U L R E U， 吼 R E U， 吼。啊，过来这字读做啥？A 吼。哦，R E U A， 那像管理不同的共款咯，这里读做哎，两个O，才是O，日本是干那 R E U L， 干那无个对无？嘿，台语爱搁加一个，加一个，安尼干那1块啊，读做啥？加一个吼，啊，就无共款，安尼恁6个单韵母就来记了。台语有几个单韵母？6个，就是6个单韵母吼。R E U A， 一般拢是这2体后面2块啊。伊个 R E U L 就头前插一个，啥物蚵仔煎啊，人本来是 R E U A O 对无？对不对 ？R E U A O， 加一个咱看有吼，这个6个，来，咱第6页、第7页，这个第7页是起来咯，你要会默写咯。预备开始 ，R E U A O， 伫迄 O 头前爱先搁念一个 吼，第2分话搁加一个，就6个，这6个是最基本的啊。
唱到二文啊，有一个这戴之言有无？迄用迄华语用小戴，我听着足有怪事，但伊无咧共笑的啦。你是笑啥物？你啥物笑啊？有够歹听对无？咱拢阿啥物款的？你是阿强啊？伊是阿梅，你是阿啥物款？阿啥物款？迄咱若去听着，讲恁互这阿啥物款，听着足亲切对无？像我的名，我有这阿梅啦，阮老爸老爸叫阿梅啦。我有这严金如对无？我姓杨啊，阿梅，我咧共叫拢加一个阿吼，加一个阿啦。因为咱即摆有这华语的世界咧，主持要大家拢讲华语啊，大家拢这奇怪啦，咱这母亲的话，咱这上好宝贵的文化这个留来这上好语言上好，大家较无咧讲啊。拢跟这媒体拢有迄个小戴。我面遐大嘛，搁咧笑啥物，迄我感觉较无少，应该是阿啥物款，所以阿就即个阿，阿。咱是住伫我遮开一个东亚湾，咱是亚洲的东边，所以咱是东亚，东边的亚洲的亚，就是即个亚，就是即个亚吼，亚，大家讲一个亚，A 有 A 啥物款的 A R E 啦吼，E 啦吼 ，E 啥物款的？阿姨嘛，即个伊对无？伊，还佫啥？医生对无？我遮记一个啥物款的？西医的医吼，医生的医，这医足多啦吼。你即摆大家拢坐医啊顶对无？坐医啊顶，迄医嘛是啦医吼，你就是相关有关的啦医，吼，西医吼，医。有啥物款的有啥？有即摆大家拢咧，有这到时阵电话手拢去叫有啦。毋过我若看到这号咧，这电话机，安尼互人支持这送个有的有是，大家咧食迄个，有迄个大家遐这个食牛排五天大迄你送去食辛苦啦我以前一摆热天人足热啊，骑乌托邦伫咧青红灯咧等青红灯我足热，我感觉我家己行我出来用车，用赛车较济，赛车毋是赛车用赛车较济家己咧市内跳乌托邦到青红灯真热，佫感觉乌托邦烟路高速公路你中央路遐，我感觉都好安尼，一寡这送这乌片，或者啥，乌片大家这乌龟就好大个都好，安尼若是讲咧送咧，若甲叫迄食饭，叫物件就对啦。我家己就是讲咧，好自然讲甲交囝伊讲，咱后摆像这热天这么热咱家己凊彩用就好啦但是咱足麻烦，你知无？我刚才讲到乌片大条，我讲叫回女士来讲，我是嘛咧叫，我歹势去讲啦这乌，头拄咧讲乌咱若台语后这啥？挂到这啥？我这写一个乌潮，大家讲一个乌潮就是宇宙就是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间，时间无限，空间无限，无限大，这乌潮啦毋知要哪样偌大？无边无际啊！时间偌短啊！对过去无穷的过去，无穷的未来，安尼安尼有这意义就是还讲A，我就记得是A 什么 A 啥？A 过啦，我再写一个，这啥？看啊 ，A 弦啊，迄弦啊无 A 迄小提琴
下过，咱过嘛是，咱若要过一个大下过，即个下弦啦吼。咱自然是要讲汉字，是要讲这，即个叫做哦，伊时做真路，伊时做真嘛是这再来哦，即个读做啥？这个乌啦吼，你甲佫一个佫有乌啥？乌来，乌啊，乌鸡，乌啊，还是乌啊吼，乌啊是即个意头啊，乌啊。啊，咱台语内底啊真侪，即个啊，用啥物啊？啊，即个物件若是互人讲啊吼，伊感觉较亲切，即个囡仔。但是若叫啊，就较细汉，吼。咱佛教有一间大庙，咱讲大庙，妈妈祖经一间庙，咱就讲啊一间庙啊。庙啊大间嘛细间啊，细间。若叫有啊就较细汉，物件若叫有甲啊落去，就较细啦吼。你一般是啊，无啦，你看咱在讲有这什么啊是较亲切，什么啊，无啊吼，无啊。啊，即个啥？即个读做啥？乐吼，即摆上界流行哦，这啥？奥运啦吼，东京奥运有只煞对无？哦，咱台湾队有够厉害，哦，摕到2块金牌，4块银牌，6块铜牌对无？我记得是20人嘛对无？摕到12块安尼吼。有史以来，自从咱台湾安尼有史以来摕第一摆摕到遮尔好，哦，咱招英总统最欢喜，派迄个幻想2000个迄个战斗机去台湾啦。哦，结果去互嘛，到尾是讲是无彩油啦，一大块啊，都有出事咧嘛，歹讲，起码有9摆啊。迄是全国大家足欢喜的代志对无？摕到金牌，摕到迄做咱。所以运动员吼，而且奥运东京奥运，大家讲是奥运。啊，咱遐有一个叫澳洲哦，啊3点水叫做澳洲奥斯特利亚澳洲。啊，若欧洲咧，欧洲毋是澳洲，就是爱读做澳洲，迄个另外一个哦。哦，即个读做有吼，奥运大家讲一个奥运，乐。哦，即摆奥运吼，逐地安怎？乐哦，咱日本东京办即摆运动会吼，非常辛苦，啊嘛足用心的。啊，咱台湾哦，无适合，咱即阵这双手吼，真正足拍拼，啊，摕到足好成绩。哦，你讲迄个啊，这你拢讲小弟，我是听到足太自然，无要人讲啊。是拍带啦，拍带就拍带啦，袂使讲拍带。你若要甲叫烧名，是伊家己晓啥物烧名。无若这朱应去应后，应该阿应啦吼，但是无人安尼叫，咱家己叫，干那咱咧叫后啦吼。阿应啦，无第一头起是带叫做朱应吼，朱应吼。伊安尼我感觉表现真好吼。你敢是咧电视咧传播，你有看无？有看啥样子？哦，袂歹哦，你讲人咧报纸咧，媒体咧讲吼，台湾的即个电视，以前咧偌久前像时阵足流行的，网球啊啥物款的，有遐侪人咧看。过来就是即个戴资颖、朱应吼，伫咧传播迄部讲收视率吼，报纸13.8啊，或者我看嘛是啥子，讲真悬啦吼，真悬啦。我无有去看，我麻烦大家然后专工顾伫电视头前注意家看咧。哦，结果是实在袂歹啦，但是讲了就歹讲，比赛拢有输赢嘛吼，我要差分啦，感觉足无彩吼。奥运大家讲者奥运，好，啊咱吼，上要紧就是即项个大运舞，比较第6样、第7样，咱个顺序个改样变。预备开始，1、2、5、1、2、
时啊就都了了，但是要先有较紧，要先有较紧吼。安尼，即摆过来我底下出父母哦，好就是复数父母单母甲斗者，哦，这有个斗的吼，哦，比如讲咱即摆吼，安尼这个斗，哦，本来这个有在啥？这个有在啥？两个斗表在啥？你先量一个，再过量第二个，先量第一个，再量第一个。安尼对，安尼先这个先两个量做量做量变做啥？对哦，量较紧的，量较紧的，对哦，先安尼，好，咱即摆吼，看咱的册哦，看咱的第7页，哦，即摆过来小可，大愈来小可感觉较困难的款，哦，其实袂啦，你豆看卖吼，过来，即摆上头是 A 就是 R 若参 I 到做边 R 参迄个叫做 I 对吧 I 咱遮吼，后壁有3个数吼，第一个 PS 头做啥？头做袂记咯吼。知 I 在，好，过来 PSH 头做啥？知 I 在，过来 SAI 知 I 在，来，咱这两遍咯。在，猜，迄拢是迄 I 落去头，对无 ？A 甲 I 再做点头做 I， 过来，这个 R 甲 U， 按倒做点头做啥？R U 两较紧的 ，R 变做 R 呢，变做 R U 倒做点变做 R， 这 R， 这个看 R。后底啊，后壁嘛3个音，吼3个，互咱看。第一个做迄个 P 是波嘛，头拄讲过来。哦，大家讲，等你写才起，头拄才讲到即摆题目要记来吼。不过先突破，大家突破有一个印象。你较应该过去对看嘛，讲，迄声母你家搁无熟。即摆一时间你真正会会啦吼。还有咱3个两遍。哦，这是迄个，这是我是吼，这个 R 做头前的 ，R 做头前，这个 R 做头前来斗，对无？啊，你嘛会使摕这个 E 做头前来斗，即摆过来第2个哦 ，E 做头前来斗，对头斗哦，即摆 E 呀，E， E 呀。差不多哎，我是安尼，I 对无？啊，即摆做头斗，即摆是对无？好来，咱再到这咯，好来，啊过来，吃呀，喝呀，你讲老师你遐厉害，一下就知晓这字。哎，就模糊啊，你知影？迄 TS 你靠着 TS 知讲 ，TS 就是知啦，啊 TSH 就是吃啦，啊这个没有办法，这就是你等于爱家己你看对袂啦，啊写看嘛，哦，吃呀，啊过来，喝呀，过来哦，过来倒这哦，倒这两个，对哦，这啥？对哦，这啥？安尼 U， 两个连起来吼 ，U， 啊就 U 嘛对无 ？U 嘛 ，U 两个无斗名吼，斗名，这复韵吼 ，U 啊怎么复
U 哦。L 头做啥？你若唔记 L 头做啥，你就搁再来听头我迄，我迄个看卖吼。U 是啥？有个人足惊迄个蛇，你知无？所以迄个蛇就无爱讲蛇安尼啊。伊上介惊溜啦，溜就是蛇啦。蛇咱咧讲个蛇溜啦吼，上介惊溜啦吼。哦，迄草坡内底遐有一尾溜哦，一尾蛇啦。伊就无爱讲迄个蛇吼，溜啦。过来 ，TS 头做啥？只有哦，咱酒家就是咱酒味馆吼，酒就是饮酒。不过你若要做人的生吼，为了表示尊重，你这人的生就要写安尼哦 ，BSI， 完安尼哦。如果是人家的姓，还有大写哈。咱家有语气，所以咱家用 DS 用小写，若是要用人的姓，就要用写大写哈。只有DS 吼 ，DS 就是吃啊，只有秋安尼吼。啊，过来倒吼，有嘛？这个倒一个，这个读做啥？啊，这个读做啥？这个是真是每一个语言的符号吼，你毋通摕这去倒英语。每一个语言，迄个读做啥？迄个大文符号因有特别的读法吼。所以你讲画伊会有一套特别的符号，啊，伊就这要读，但伊这要读做我一摆这读做对哦，就是我们的腰部啊，腰啊，对吧？腰就是我们的腰吼，腰身回听，腰哦，第一个腰，第二个支，迄 DS 读做支对无？支腰，啊过来支腰，来到这为止，啊请大家看有啥物问题无？会收紧无？袂吼，啊有问题请你举手哦。你感觉你讲了，我讲了收紧，但是你感觉有听无啥，你就举手。过来倒哦。哦，即摆这个较困难咯，即摆这倒3个哦。这个读做啥？啊，这个读做啥？咱倒做啥？后这两个记好哦。你即摆若看到这两个，读做啥？你袂使搁想足久的咯，袂使一直想我过来倒看法。我想足久的，你就绕开吼。你爱家己来这两个就读做啥？哦，即摆这较困难了，这高级班的吼，硕士班的吼，都摕一个一这啥？啊，这有做啥？啊，到做这有做啥？靠腰，倒腰讲笑啦吼。哦，这就3个倒做题，其实拢是假如我在 I E U A L O， 嘿啦，我对，腰拐腰吼，腰，好，咱看过来，这两边咱看腰哦。腰就敢若是腰是啥？就是腹肚腰，就大家讲这里考试，你若有想迄这腰，就是这腰，这腰，这腰，有一个国语的成语叫相辅从攻，有无？你就读过相辅从攻，腰腹肚内底为公家做代志，这相辅从攻，读做腰，其实就是腰。腹肚腰就是腰，写这腰，腰吼，啊腰拐腰嘛是这腰啦吼腰。咱即摆看这个腰哦，我咧讲过你听有无？到材到都有注意吼，腰哦，背腰，迄 T 是读做背调吼，过来，K 读做啥？腰。
头做啥？有。啊有啊甲这个头做啥？啊倒做顶头做啥？哇！这蛙吼，这头做蛙，看有蛙，这头做蛙。再来看蛙哦，蛙有啥物款就是蛙？那你有啥物蛙？较少蛙。西瓜蛙大条啊，西瓜蛙大条蛙吼，蛙是真蛙，西瓜蛙大条是真蛙。即摆佫空海，佫真麻烦，咱只钱哦，人有几啊来公园反正吼，哇，是哇，西瓜蛙大条哇过去吼，来，蛙，咱再讲这蛙哦，蛙伊只有三个吼，第一个套蛙，拖车的拖啦吼，过来高蛙，过来丝蛙，吼，这样呢。拖车，歌就是唱歌的歌啦吼，刷是刷啥？刷上好讲，刷吼，啊拖你嘛讲拖就是迄牵拖啊，你若迄皮摕起来了穿牵拖啊吼，啊过来咯，过来是，过来这是到这吼。这里头做啥？有，啊，这里头做啥？啊，这倒做阵的？位吼，若要用，你若要用煲煮会出来对无？用你煲法咧，位咯吼，位对无？威风的威啊，威风凛凛的威啊，威吼，这头做威哦。车就是这威风的威啦吼，你讲，就是威风的威啊，是威啊，威风的威啊，威哦，怎么过来？倒威，啊 ，TS 叫做啥 ？TS 叫做讨对无？讨威，啊，过来思威。水吼，这拢是，就是这两个搞起来威吼，啊过来搁倒一个吼，搁倒一个，搁较滚过来吼。这里头做啥？啊这里头做啥？啊倒做阵头做啥？倒做阵这威，咱看威是啥物件？威咯。你只有机会咧飞，可能敢若飞，敢若飞有有倒一字，我是 A 的啦哈，飞，倒一个，蛙是蛙，飞现哪会使？会使飞，咱是讲树蛙飞。树蛙飞是一个不无公汉物件，大家，我即摆主要用做公汉字咯，是讲顺续讲吼。树蛙飞是安尼，树蛙啦吼，树蛙的蛙，树蛙的蛙也伤多吼，爱来甲修剪，较袂食着头吼。无讲咱这鱼龟咧修理一寡，头仔一寡大人修甲乌条吼。安尼光线较好着吼，有树仔是真好，真青翠，会当食鸭鱼，咱若伤多较熬底人头吼。迄毋是话，迄说倒去。那是倒去。咱遮规十树仔拢乌你袂使想着乌白甲错一丛啊，都爱倒去款吼。这你爱倒偌久呢？你袂使，我迄丛树仔你看到起，我爱家己调袂使，这袂使吼。伊就无法倒落啦吼，我来解释一下吼，就是树蛙啊不过若伤大丛，真正嘛是爱修剪，因为挖大路的，迄山区的树仔倒落去共建个车，啊
但是你若有拿台湾行过遐过的，真正这真正是安尼吼。树蛙，过来蛙，过来宝蛙，好蛙，过来高蛙，是蛙吼，是蛙。所以每一音拢特别写出来。咱即摆咧记咧吼，拢用第一声做标准，因为惊大家会语拢用第一声。如果贵啦、有个啦，像迄喉咙第一声安尼开始，大家咧学较好吼。过来吼，即个就较困难咯。我搁听啦，你搁听报看下。我看你爱啥？即个读做啥？这个读做啥？到这边读做啥？爱这个爱咯，爱较大声的，搁一摆。爱吼，爱吼，这爱吼，有一摆，咱咧车附近来有一个爱是啥？迄西迄边有无？有一摆我哩同爱有无？无哩爱有无？搁一摆我迄摆我家己我做，有咧家己开工课，就西迄边吼。毋知咱迄个爱叫头发去。无人咧共头北迄个，要入迄牌啊，共头北迄个啥物？你若开较好的车，有人去共头北迄个吼。迄有个人，迄是爱，迄爱毋知垃圾甲无去啊。我是去看着，我会长啊，我去拜访迄会长，会长啊，你即只面有的迄爱哪无去？伊看着会爱袂爱咯。这读做啥？我即摆这较困难咯，即摆佫倒一个来哦。这里读做啥？这读做啥？这爱你著看着这，你就爱会晓讲这爱。你如果伫遐想几步，就个佫倒几步。爱几步爱唔出来。这读做啥？这读做啥？到做边读做啥？歪啦。我这三字到做边了，你后放，你若念了有生了，你看到这三个就爱会晓讲这做啥？你袂使佫想几步，我过来倒看觅，袂使安尼倒。我爱到尾就是爱反射动作，就是讲念了有生了，安尼就做歪。过来就是讲吼，我惊我若伤困难，你抄无赶的，我实在是，我用一张空白纸互你，我来念拼写，我念讲爱，你就写爱看卖，你只要写看，写看卖。我 Y 你就爱写U A I， 我 A 你就要写 U E， 我 I 你就写 A I， 你安尼写。当然这日日再读一摆，大家来，大家放轻松好，好。你有这里，我大家讲这个，什么 Y 哦 ？Y 比较无像哦 ，Y 有吼，个 Y， 过来 Y， 就是 Y 字啦吼。所以这道算出来几个？10个对。有迄 I、O、呀、U、Y、Y 有无？这个几个？这免背。后盖几个？10个，这10个用做复元音。元音我头先讲过，免用做元啊，做复韵母。大韵母几个？10个。复韵母几个？10个。你就出师啊，第二就有了。简单无？吼，安尼所以你莫甲想讲真困难，即摆开始咱过来大家佫学一遍哦，来。即摆哦。这10个对第一个开始吼 ，I， 你都有看到 I， 迄个 AI 或者 I 啦 ，O， 呀 ，U， 这10个，这10个等于你做会咧滚工啊。暗时做歹个，就较想法，叫你写就会晓，就写就好想法，就是爱加减爱家己写看卖，做家己写看卖吼。来过来，然后即摆做一摆哦，预备开始。I O Y U
就是啥复元音啦，吼。啊，元音就是韵母，安尼较单纯吼，就是韵母。咱即摆个做个两遍咯。咱这 I 就是这个人 I 猜，你要讲凹的哦，凹，包，高，掏，你要讲压吼，加，枪，压，因为秋，啊，讲个秋，未来就着秋啊。咱的夏天、夏天咱到夏天结束很久，明仔载就入秋啊，知影无？入秋就是进入秋天啊。你讲啊，如果啊，搁正路，暗时啊，搁吹冷气呢？这台湾为准吼。咱咧吼，古早一年有24个节气，你知影无？半个月一个节气，半个月一个节气，吼。啊，这是迄个大陆型气候。咱以前吼，这中国大陆啊，因咧用的，啊，所以来台湾诚多有诚准。明仔载就入秋啊，入秋吼，应该就秋风就算着，开始会来啊。但是咱台湾是亚热带、亚洲是亚热带的气候，所以迄个节气袂诚准，吼。明仔载吼，秋天但是嘛还佫热呢，所以咱讲一句话讲，这秋老有险个，秋天啊嘛是佫热吼。明仔载就入秋啊吼，秋过来吼，即摆过来讲腰，你拢猜过尾上多吼？上问题啊举手哦，你问我你了解你唔知对唔？啊，对唔知啊？我猜。过来这是标哦，标准标吼，啊标。消，过来挖，刷，过来微，推，水，过来，这个灰，过来弯，到这大家看有啥物问题无？这来遮是标，都有人讲，因为我吼，我四月去做裁缝，我才发现真注意。哦，无晓了，我就来了。当我路行，大路细啊，真侪所在，咱台湾，你看台湾吼，台湾是一个岛湾的，真正足美的国岛。台湾虽然细细啊，但是咱的语言吼，南北就差足多就对啦。若讲你咧食鱼啊吼，咱咧食鱼，你咧食鱼啦，对无？哦。啊，生嫩嫩，啊，迄个鱼来水软软嘛，吼。啊，所以你讲标准拢有人讲。啊，所以讲环境，咱这环境吼，咱叫做应该标准是环境，但是即摆嘛真侪人环境。啊，所以我来去咧做店吼，做裁缝，即摆我唔敢后面家己啊，唔敢吼，有个所在口口，我着足100字100个，伊讲讲你即句唔对，我才敢甲你讲你这唔对，吼。啊，无伊个所在口口，啊，咱尊重无同所在口口。到我部的这伊都是台南的，伊嘛是为北部的，伊嘛是都是伊台南腔应该较侪，毋是啊，伊啊跟事件，爱一个大家较公平的腔口，啊，但是毋是讲你爱边仔佫有遮大地方腔口拢会使，就无甲你讲你个腔口唔对。啊，这标这是都是管，其实有标。我对我唔知个，主要多数是袂歹，哦。